在学习和工作中，我们都应该有的方式。如果没有明确的目标，就像没有拔指的箭，怎么也射不中。确定目标以后，我们需要制定合理的计划，并且坚持到底。比如，我学习汉语的时候，我的目标是通过 HSK50考试。我每天练习说、听、读、写，遇到什么困难都不放弃。虽然过程很辛苦，但是有了方向，我的进步越来越大。我相信，只要有方向、正确态度、认真，就一定能够得到目标。